在台北举行的寻找共同点2016国际汉藏会议23日进入第二天议程，前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刘汉成发表重量级的文章，他以中国官方原始的资料证明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领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据，粉碎北京向来自称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谎言。由于北京在1992年发表的西藏白皮书直指西藏自元朝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刘汉成发表的用中国的古籍和公文探讨西藏和中国的关系，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文章，爬出元朝、明朝、清朝、民国等时期的权威资料，如正史、实录、典籍、奏章、圣旨等。刘汉成会外接受本台采访表示，比如说讲到清朝是不是西藏是不是中国的领土，那用的那些资料就像大清一统志啦，用清史稿啦，还有大清会典啊，那这些典籍是在中国叫做敕修典籍。敕修的意思呢，就是由皇帝直接下令编撰的那些古迹，里面的地图、里面的人口记录、里面的税收记录、里面的科举记录，都是充分的证明当时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刘汉成还指出，在大清一统志、大明一统志里的地图画得很清楚，中国的领土里面没有西藏。刘汉成说，这些经典无论是大清会典也好，无论是比如说明史也好，也都是很清楚的表现出来，中国从来没有能力在西藏抽税，从来没有能力在西藏做人口调查，也没有从来在那边设过考场。中国人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权利呢，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可是西藏人是从来没有这个资格，这不是因为清朝跟明朝歧视他们，而是因为那个地方根本不是中国的领土，所以清朝跟明朝政府没有什么理由要在西藏设考场。对于历史记载文成公主奉唐太宗之命和亲吐蕃，刘汉成认为文成公主的故事表面听起来就已经是十分可笑。刘汉成说，你把一个女子，一个年轻女子送到远方，这给一个男人，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个屈辱，只能够表示就是你那个时候呢是给人家欺负了，为了要防止人家的侵略，所以呢给人家的一种回路。根本就跟你这个说你是什么上国啦，或者主国啦，或者是你的一个统治者啦，这完全扯不上关系。我刚才说的只不过是个主观的猜测，可是事实上我刚才那个主观猜测是很容易用史料证实的。你只要去看《新唐书》，看欧阳修是什么记载这个事情，你就会很清楚。他还说，尤其中共自己出版的《史记》里也记载，文成公主嫁到西藏的丈夫高龄72岁。刘汉成表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种北京片面的宣称成为中藏谈判的主要绊脚石，也成为中共合理化自己是统一而非占据西藏的依据，这促使他非搞清楚西藏的历史不可。刘汉成图文并茂的报告激起与会的汉藏人士高度兴趣，特别延长了将近1小时。主办单位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中国政府总是自称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还说握有机密的文件却不拿出来，西藏人只能不断辩论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像刘汉成这样将很多他们闻所未闻从世界各地收集的中国官方资料列出来抽丝剥茧比对，这是第一次，也让他们了解中国政府发布所谓权威数据有多可笑。达瓦才仁强调，就像达赖喇嘛所说，中国政府编造的谎言主要意在欺瞒13亿中国人，如果中国人民知道真相，可能有更多人不会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殖民侵略政策。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